你要記住啊，一個宇宙嘅定律啊，宇宙係會同佢一樣同一個頻率嘅人咧，就會去俾一啲回報佢，又並不是呢個人有冇做好事，呢個人有冇做善事，有冇做壞事啊。宇宙唔係因為道德而去因此你嘅財富，因此你嘅名聲，或者上天唔會因為呢一樣嘢而去俾你，只不過中國人或者好多時大家會透過宗教去提高或者提倡呢個教育化，所以變相咗就係用善同惡嚟去決定咗令到人個心就向善，又唔好就跌咗落去就行惡嘅嘢，而亦都可以擁有呢個財富名氣。就咁解啫，但係事實上一個真實嘅理論，好多朋友都應該現在都會知道基本上呢個天地之間嘅所有頻率你只要你個人可以發揮到一啲頻率，你嘅五行去達到同你嘅名譽有關嘅話，咁你就會吸引到好多人就去尊重你。如果你達到個頻率就同呢個金錢有關嘅，啲錢就會兜口兜面咁衝埋嚟去俾你嘅。所以記住一樣嘢，我哋係用緊乜嘢嘅心性。你係一個愛為人付出或者想別人好嗰種心性行先，但係就充滿咗呢個恐懼誠惶誠恐唔知得唔得或者就係妄自菲薄睇小自己，你睇小自己個天咪更加睇小你咯，明白嗎？